馬斯克同白宮決裂，權力博弈背後嘅真相。近日美國政壇最有睇頭嘅新聞，非馬斯克同埋特朗普政府決裂莫屬。本來大家都期待呢位商界大佬可以為美國政府改革帶嚟一啲新意，點知最後鬧到不歡而散，將世人期待嘅改革變成一場大龍鳳。特朗普上台之初就授權馬斯克成立政府效率部，豪言10年內要削減聯邦開支1萬億美元。不過呢場改革由一開始就陷入困境，雖然馬斯克團隊透過裁員、關停多餘機構等嘅措施推進改革，但聯邦總開支不但冇減，反而仲增加咗。更衰嘅係改革成果被質疑數據造假，聲稱嘅削減金額中包含好多嘅水分。當公眾因為社保誤傳而引發恐慌嘅時候，特朗普團隊亦迅速將責任推俾馬斯克，令雙方關係出現裂縫。權力博弈令雙方決裂加速，馬斯克因為政治立場觸怒核心圈，被剝奪決策權力，答應嘅巨額政治獻金未有及時到位，商業利益衝突又令矛盾加劇。特朗普臨時撤回關鍵人事任命，徹底斬斷咗佢喺政府嘅權力根基。雙方嘅矛盾喺美麗大法案上徹底爆發。馬斯克公開抨擊呢個法案充滿政治操弄，直斥其本質係劫貧濟富。但白宮就將所有預算問題賴晒落馬斯克領導嘅改革部門度，將佢哋塑造成為替罪羊。呢種互相指責嘅背後，其實係特朗普政府內部3大權力集團嘅激烈博弈。MAGA 民粹派、建制共和黨同科技又影喺政策理念上有根本性衝突，搞到政府陷入政治癱瘓。呢場鬧劇簡直就似係立習均衡陷阱，雙方明知道合作先可以共贏，但因為爭權奪利，最終走向雙輸。馬斯克離開白宮之後，美國政治嘅內耗依然喺度持續緊。